透早，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真有可能会请做今年头一个风台黑点。这气象署是表示，上无得爱明仔载拜一过，才会进一步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虽然目前这低低气压结构无遐杂白，也无法度确定讲敢会结做风台。不过，伊的气流挖进台湾的时阵，拜之过，咱遮犹原是真有可能会落大雨。雨一粒就落来，佫落真大，强要看无头前的车。气象署提醒拜六，高温真热，各地拢要注意较大范围午后雷阵雨。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上侪扰动继续发展，不过甲前一天风速方向改变真大，甲气旋发展相对不利来比较，估计真侪风台速度可能会延后。低压系统正在发展当中哦，不过因为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大气条件算是比较没有利于热带系统发展，加上整个南边的低压环流也是比较偏大的情况，所以系统当中都还是在整合的情况。气象署讲，后续嘛要注意，伫南海一带要扰动继续发展。也来拜三开始，台湾的天气会因为低气压接近，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先有局部短暂阵雨，雨势甲范围爱看到时热带系统的发展。像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对着热带系统强度看法也是真无同。美国模式非常的靠近我们哈，尤其在我们的东北部跟北部地区，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速哦，至少在中度台风以上。那欧洲模式目前看起来顶多就到轻度台风。不过，各种模式也拢有相关的看法。伫环境洗流场的导引之下，热带系统未来往台湾东部外海通过机会上悬。照这路径，6月13到6月15期间，会有日本南边一路上北。气象专家提醒，若安排到日本的行程，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阁有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先看《中国时报》，去年空中救护330人，是5年来上介济。多数的山友是认为讲，这救援的成本不应该用人民的纳税钱来负担，有的登山事故应该都爱这使用者家己纳钱才对。不过目前这山岳救援的收费，各个县市规定是无同款。立委就主张讲，应该用中央收发统一，看命怎负责。接落来看《联合报》，国立中山大学甲高雄大学合并，这个议题是已经讨论真久啊。不过因为后面无共识怎下咧？不过这阵是因为学生拿来拿少，产业链转型，这两间学校是同意重新开始讨论合并的代志。不过这后面要怎好，目前犹原是也无共识。上尾来看《自由时报》，全台湾大罢免，地方的选委会是当咧插队第2阶段的人数。中山会6月20开会，审定头一波罢免案。依照送件日子来算，是有26案会伫咧委员会进前进入补件听书。继续来看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派一个罢免团体，暂时送交第2阶段的人事书。不过罢免派一个人事书的数量是无够标准，罢免失败。因若是罢免吴思瑶的团体，这领衔人张克进人是无够现场，选委会无爱收因的人事书。伫雨中对镜头鞠躬行礼，而且目屎也干掉咧。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派一团体领衔人李浩亮，初7下晡到台北市选委会送第2阶段连书资19831分，不过因为比法定标准减少大约3000多分，选委会无清点，罢免案也宣告失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办法达标，但是我相信我们这边的联署书已经充分反映了中正万华的民众对这个执政党的愤怒与不满。这段时间，因为我的关系，也给中正华的市民带来了一些打扰，我也感到很抱歉。那我希望可以赶快来恢复平静，那我们好好的为大家人民的福利来做事。另外一边，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团体伫送件期限初7天，夜早27290分，第2阶段连书资到台北市选委会送件，虽然超过法定标准26717分，不过因为领衔人张克进无来，选委会拒绝收件，罢团搁再向张克进发话，希望会使回心转意。因为相关法令的关系，必须由领衔人送件，所以我们必须等张克进先生。回心转意，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尊重，民主不容造假。我谢谢北投士林的乡亲，
陪着思瑶挺过这场恶霸的乱流。最后，张克进无出现伫选委会，不过詹家文强调，会寻求所有的法律途径，先采取诉外，也是行政诉讼方式，争取一切可能，来到最后送件目标。那罢免民进党立委团体继续二阶段的送件，罢免国民党团体也举办活动宣传理念。随罢免双北国民党立委团体斗阵伫府中游行，要继续拼第3阶段的投票。由大罢免第2阶段联署组已经有31个罢免国民党立委案完成送件。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公布这个投票日期？中选会讲会伫20委员会议了后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真正咱国爱强烈指出，中国接触咱台湾的少年家，想要对文化方面和少年家认同中国。民间团体中华昆平会就捌去向质疑讲，涉嫌招大学生参加统战团。即阵因为各项期内无改善会部的问题，内政部是依法要求中华昆平会都要改善。中国对台统战手法真多，放射连校园拢可能被渗透。中华昆平会进行被质疑涉嫌招收大学生参加统战团，是要伫台大等学校场地来招生，学校赶紧法庭。内政部出来公告，中华昆平会因为无伫限期之内改善会部问题，依法改善处分。我们是会务主管机关，所以我们看进去他的会务其实不正常，就限期到6月6号，那没有改善，那我们就依人民团体法58条规定来给予解散处分。内政部表示，中华昆平会无依法定期开理监事会甲会员大会，所以被改善。到这个进程，中华昆平会也无相关的回应，或者提醒两华交流。中国常常暗藏统战的企图，不过民间团体不一定知影，建议政府应该协助强化相关单位辨别统战的能力。正规的所谓的交流的活动是基本上是应该鼓励，名为交流，但是实为统战的这种活动。内容方面有些政治宣传，或者是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经过设计的这种所谓的交流课程的一个内容哦，那这个东西就形成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海基会也表示，最近有一寡台商或者是台商家属会问特定活动是不是属于统战的活动，显示个人对中国统战的行为愈来愈有意识。不过中国唔拿对台文攻武力也无停止，国防部一天就查到34架强机、8架强艦、1架公务船交台，国军严被监控应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带大家来看国际消息，起码这条线是全球穆斯林上界重要的节日之一。6月7日，当地除了财政生意，嘛甲这把分予善家人，而且嘛是这亲戚朋友团圆的日子。不过，因为加沙战争是死真侪人，加上美国针对未少穆斯林国家发布旅游禁令，这就造成真侪穆斯林无法度甲亲友团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民众聚集伫清真寺废墟的庄仔厝遐之间，虔诚祈祷度过宰牲节。因家己的家园，互以军扫过，哈马斯的无情炮火摧毁，伫这个重要的节日，心情沉重。بيعدم وجود الأسرة لا في عيد ولا في أي مناسبة تمر علينا زي الأول يعني 宰牲节是伊斯兰教的2个上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一年一度未加条件的重要时刻。这里穆斯林的抬动物、分肉类甲餐食互善家人，更加重要是亲人团圆，去清真寺做礼拜，互相祝福。美国各地清真寺也组织做礼拜人，也不过因为川普对几个穆斯林国家各下旅游入境禁令，因过去邀请海外亲戚朋友来共同度过宰牲节欢乐时刻，恐惊真歹个有啊。另外，像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面临经济无稳的压力，宰牲节消费高峰煞因为高物价买去救水，饲料等成本大起，互牲口肉类供应商的压力也真大。加减影响过热的气氛。公视新闻是会中评论。当来看国内消息，这个月初，伫咧台南有一个教原住民族语的老师，伫咧深夜出车祸往生。有民代就指出，在台南是真欠族语老师，这个老师就要一礼拜走13间学校去教课，哪像就是伫咧赶路的过程当中出车祸的。为海华阿美语的历史甲文化，到学习朗读，这名资深原住民族语老师认真教学，已兼13间学校族语教学，初二伫上课途中出车祸，不幸死亡。要跨23校，最高的授课时数
1个礼拜40节，你各位想想看，我这样来回奔波，这个风险算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师资的不足。台南目前30几位关民族语老师，面台发现有人相关记录跨23号假学，这期造成因来回走动、交通风险的关键，都是族语师资严重不足。在学校里面就是有课再去上课，所以他比较类似类似那种巡回的老师，所以他一定是会到各校去。也向教育部积极建议。希望放宽，让中高级认证的族语老师可以担任国小师资。目前教育部也采纳本市建议。市府表示，已经请新营区南新国中协助家属申请保险理赔等经费，也请本土语文直播综合中心协助，让学生的学习被中断，也积极争取师资。国家想要推这个教育，所以你设置这样的母语课程，可是其实没有配套去想他们这些人力的结构。第一个人不够，第二个你保障不够，人一定会继续不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是没有投入、跟设定、跟想象的。全国代理甲代课教师产业工会认为，教母语音乐等特殊专才老师受限制单一校学经费，课数无度独立负担，并爱跨校教课，领重点费属于教学资源工作人员。无像正式教师有基本月级，重点费也无比正式教师悬，真歹有好的条件招聘。建议提悬重点费，也好有更较侪的福利保障，才会当留住人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左营有民众甲乌多摆停伫咧顶下卡买物件，毋过骑车要走的时阵，煞去搞着门口的地毯纸泥残，毋过伊就走去告这店家无做防护，阁要共讨赔偿200多万。毋过即阵这法院是认定讲，即个人客伫咧顶下卡骑车本地就毋对，所以讲一审就判店家毋免赔。有人甲火锅吊伫乌多摆悬顶，准备骑车离开，所以有可能角度无抓好，泥残摄伫咧店门口即块饮品店悬顶。店员第一时间来协助妇人送病医了后，伤着骨头半当无度做工课。即个是店家无做好防护措施，要求要赔偿200多万败诉。放这个红地毯就是给客人行走的，骑楼的机车都是我们员工自己停放的，而不是给客人骑上骑楼。妇人本身有厝咧出租，认定即个受伤，互伊无法度带人去看厝，甲租厝的损失嘛纳入要求偿的费用。毋过法官认为妇人伫咧顶仔卡骑乌多摆违规在先，一审认定业者无故意也是过失，毋免赔。机动车本来就不能，连脚踏车都不能骑了。骑楼地方本来就不应该是有骑，就是有车辆经过这样，要求这样赔是有点夸张。机车若已停放于骑楼或人行道，因熄火后以牵引的方式移出至合法道路上，再启动骑乘。业者讲，妇人受伤的第一时间，因着通报救护车嘛，予伊相关的协助。想袂到半当了后，伊来提告，感谢法官予因公道。警方嘛提醒，顶仔卡虽然会当停乌多摆，毋过着爱用牵的，若无相关会当罚1800块。公司新闻王刘田考证准强报道。咱台湾是亚洲为3大地质的非裔国家，顶个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就颁证书予咱。另外，这最近猪仔的介绍是10公斤起价超过100块。不过，这饲猪协会是表示，这是饲料等等的成本咧起价造成的，呼吁政府唔通出手压介绍。来，市长有请。国内小小兽医官农业部处长戴文丁将亲自去巴黎领的猪仔非裔国证书交予行政院长杜永泰处长。听台湾，我们做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H 第5月29颁发这张证书，搁较予台湾加入亚洲唯一猪仔非洲猪仔口蹄疫3大疾病非裔国。下昼农业部选伫市里大馆屏东举办感恩活动，部长陈俊贵坦白讲，加入非裔国并不是免疫国。我们是非裔国，而不是免疫国。不是说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认可以后我们就可以翘着腿不用做了。猪农对于牧场生物安全的作为也是爱做好。饲猪协会是大声话，机场港口行李邮包检查，边境监督也绝对袂当放零。行政院长杜永泰当场答应继续严守。面对5月下旬，国内猪价每公斤已经起超过100块大关，饲猪协会也请政府手势压关。100块是合理的价格尔，我希望咱的行政院物价督导小组唔通搁出手要甲救落来90几块，
这安尼对阮是无公平。伊两也听台湾猪肉，看的是价值，不是价小。不是看价格，看它的价值，它绝对够得上，让国人用合理的价值来买上安全、可口、营养的猪肉。传统猪这会当讲是台湾100年大药，以疫苗来对抗，也经过一家族的岁月。只无简单去除100年猪病，农政单位正欢喜的时阵，又唔加疏忽。饲理协会乐见台湾猪肉会当行向国际市场，要么去饲料介绍起其他疾病的威胁，可见一直拢也伫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抗生素造成细菌产生抗药性，可能就会造成患者到尾啊无药通用。所以讲，医界团体就呼吁讲，要赶紧引进新药啊。那无到2005年的时阵，可能就有更较侪患者因为这体内细菌已经有抗药性，转来死亡。可以看到，在目前所列出来10几种可以用的一个药物呢，全部都是 R。病人转移个转移，74岁病人伫肺炎标靶治疗期间，在雄雄肺炎带入去到护病房，验验发现感染多种抗药性细菌。还有60岁男性个案本身长期免疫力较低，2014年广播人感染，接受有6到7种抗生素治疗，却一直复发。后续伫体内反复检测多种性抗药性的大肠杆菌，全球超级细菌均价究竟部。在重症加护病房的死亡率大概在20%到25%的这样感染的时候，一旦有这一种超级细菌的多重抗药性细菌的感染，就会增加到45%到50%。根据目前研究，抗药性细菌感染，那因果有治疗超过72点钟，死亡率会明显升悬。比如讲，即马常常看到串青霉疽、抗药性肺炎、克雷伯氏菌。台湾教护病房感染比例已经为2015年的24.4%，升悬到2014年的45.9%，开药病院增加的幅度阁是大到30%。不过目前全球对抗生素新药的开发却是真慢，而且数量真少，加上台湾健保制度又给其他这因素影响，新药引进困难。感染管制学会甲感染医学会发起呼吁，能够进到国内。然后可以进入到整个健保体系来给病人使用的，更少。健保对于这些新药的话，好不容易进来的，我们这边是呼吁的话，要尽快，整个的审查程序要尽快，让病人可以及早能够获得这些药物使用。专家表示，目前抗药性细菌已经出现伫社区感染，台湾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袂当轻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老大人因为喙齿的功能退化，要补物件也是甲吞落拢会较困难，唔耐摘到，嘛较够营养不良。新竹就举办社区料理比赛，设计适合老大人的料理。另外，冒找营养师来教民众，是要安怎互小大人食了更较健康。甲煮甲软软的刺瓜子，中放入去肉甲枸杞，边个用花龙果。另外一边是用金瓜甲青香肉做菜，大家发挥创意，设计出适合时大食的料理。青香肉来做泥，然后把它改重做一块，敢若鸡块安尼，就是小朋友麦当劳上爱食的迄种鸡块，嘿。然后阮内底阁有足营养的栗子南瓜、菜头搁淋。交迄个四季豆青花菜，然后迄鸡肉内底咱有掺迄个坚果，那坚果我就甲剁甲幼脆质。营养师指出，时大因为岁数增长，喙齿、肋部甲吞的方面拢会豆豆退化，那影响生活品质，也增加健康的风险。所以咧传时大食的时，爱选择好加好消化的物件。他的牙口不好，可能咀嚼能力功能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可能比较硬的东西就会吃不下。所以如果在家自行制备食物的时候，可以透过3好1巧的方式，然后让食物软化，然后或者选择一些比较嫩的一些食物，然后让长辈比较好入口。像比如说每餐水果拳头大，所以其实就是长辈们一天一餐吃一个拳头的大小的水果，这样子就可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今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时大健康饮食的观念愈来愈受重视。透过比赛来设计适合时大食的料理，
趣味甲实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这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